原來識得運用 Reels 嘅熱門音樂係會幫你增加影片嘅流量㗎，要快啲學識啦。當你去發布 Reels 嘅時候，你會用啲咩準則去揀音樂呢？我通常咧就聽到啲人答我啱 feel 咯。其實你都係冇錯嘅，真正幫到影片流量嘅其實係呢組數字，呢度顯示咗有幾多 Reels 曾經使用過呢首音樂，數量越多，即係佢係越熱門嘅音樂。我建議揾最少係幾十萬使用量嘅，因為對 IG 演算法嚟講，佢係唔識得分析你條片好唔好睇。但係如果你用咗熱門音樂，即係話就算你條片好悶都好啦，至少背景音樂好聽都可以留住 IG 嘅用家，所以 IG 嘅演算法係更加願意推薦你條片出去㗎。當你見到其他高流量嘅 Reels 嘅時候，你係可以即時儲存低呢條片用嘅音樂。到你下次要出 Reels 嘅時候，撳翻音樂符號，然後撳我的收藏，音樂就可以用得翻噶啦。如果你唔肯定呢一首歌究竟算唔算係熱門音樂，亦都可以去翻 IG 嘅首頁搜尋翻呢首歌嘅名稱，選擇音訊，撳入去就會見到呢首歌嘅使用數量噶啦。記得儲存低呢條影片就可以隨時跟住我做，幫你增加流量啦。